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交新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气象署伫暗头已经发布空最风台海上风台警报，拜三暗到拜五透早对台湾影响上大。本地南非爱兰的驻外管处，这个月底搬出因的首都，目前态度落软愿意协商，就可能是无希望拆破面，到时阵双头无争拗。台北捷运站进前有嫌翻腾刚刚被一个查甫便所甲人偷看，佮想要甲女性乱来，落尾是性侵未遂，互判刑3年6个月。这气象署伫暗头的时阵已经发布着这空最风台海上风台警报，空最伫咧半暝啊变做是中度风台了后，又继续伫咧变强，而且走向有小可向南边小挂。按算拜三的时阵呢，会发布这陆上警报，拜四暴风圈就挖到陆地。啊，若这风台的中心若阵通过台湾了后，全台湾风雨拢会真大。啊，若讲到这风台的登陆地点，目前也阁有可能是会变动的。中度风台康瑞伫个南边东南边差不多390公里海面上，每点钟17公里速度向西北行。这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已经到280公里。海上风台警报警戒范围有台湾东南部海边8所海峡。风台要求真紧的增强，拜三开始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甲东北部有雨，局部地区大水雨。按算拜4到拜5透早，中心通过台湾全台4级强风大雨。在明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这段时间，它就有可能会进入到台湾附近的陆地哦，然后通过台湾地区。然后到了礼拜5的清晨这段时间，白天的这段时间就有可能会进入到台湾海峡。最剧烈的时间大致上就是在礼拜3的晚上，一直到礼拜5清晨这段时间。气象署提醒，风台路线依然有无确定性，登陆地点伫东北部到恒春半岛之间拢可能。东北部会是落雨一区，专家分析，受太平洋高压势力影响，风台路线继续西收，无排除愈收愈南。按算拜四透早，风台暴风圈队开始卡到东南部陆地，登陆时阵将会达到中台上限。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在中度的上限，当它靠近台湾的时候，有部分的模式包含美国的模式，认为它可能还会上修到强烈台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所引发的这个强风的情况也会非常的明显。风台接近加上东北风明显变强，气象署继续发布强风特报。拜三开始，南势力岛偏后有11到12级强阵风，台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恒春半岛、马祖也属强阵风，尤其苗栗甲云林沿海空旷地区爱严防11级左右强阵风，各海域要较大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空瑞慢慢啊接近啊，这花莲台东也开始提早做准备咯。将这农民是赶紧抢收，要让这渔民呢，把这渔船啊驶入港北河岸。本地伫花莲要举办的5月天演唱会也宣布延期。即马呢，这旅宿业者也开始接到民众打电话来，讲要退房间啊。5月天就要伫11月初3伫花莲市东大门边办演唱会，场地要咧大舞台，即马已经停落来，也公告活动要延期。边东大门夜车打翻，也赶紧的红台，大部分的民众拢感觉真失望。花莲有这么难得有邀请到5月天来，我觉得没有来是蛮可惜的。希望还有机会他们再回来。旅宿业者也开始接到退房电话，完全地动了真无简单。有一场进行花莲的演唱会所受风台影响，暗过而且提醒伫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时阵退房会必须50块保证金。发布了台风警报之后再来取消，我们其实是会全额退款的，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旅客们呢，你们可以保留定金，等到5月天把这个延期的这个日期公告出来的时候，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过来。另外，花莲玉里林甲台东的钓龙是咧抢收自己钓作，正式客人也加强防护，避免落雨。花莲甲台东的渔船差不多拢迎入港，渔民模型加固这所，希望将上海港甲上基。台风来了会造成倒伏，倒伏之后泡水，泡水严重一点的话会烂掉或发芽。都搭病要出港咧，风台就搁要来啊，都赶紧搁未啊。50-60年都阿捌这寒天时咧做风台啊，我嘛是头一遍咧拄着。抗台虽然路线已有变数，不过花东两县拢真紧张，并将国烦恼铁公路会搁一摆受创，对在地产业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长杜英台中昼也去到气象署视察，也因为进前放风台假有一寡积极的声音，要求这气象署就要精进服务。因过是暗时7点会含县市首长视讯会议，提供上届新的天气资料，正做这停班停课的参考。对即马开始呢，这暗时9点会搁再提供一届资料，或者县市政府看来讲要等到9点的时阵，看到资料再来做决定无。到气象署视察，掌握空热风台上新的动态。行政院长杜英台上听简报，关心风雨预测等信息。也宣布今年因为凯比风台甲三多二风台侵扰期间，外界对风台假有真侪质疑。伊建议气象署精进措施，暗时爱搁提供予地方上新的资讯。前2次台风造成的一些质疑跟问题，他们这个问题会来解决。我想这2天气象署会有一些新的做法。那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来配合。除了在7点我们正常有召开这个县市首长的相关的会议之外，我们在9点再提供一次更新的讯息。那如果我们的县市政府他们期待要有更新、更完整的一些讯息的话，那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气象署解释讲，过去拢是伫暗时7点，甲地方政府开视讯会议，提供风雨预测的资料，做停班停课的参考。不过7点使用的是5点外的资料，伫行政院的建议之下，暗时9点搁再提供一届8点外的资料。新北市府表示配合行政院的决定，并且甲家人台北讨论停班停课，宣布的时间敢会依咱的调整。台北市是讲，原则上也是暗时8点公布，然后特殊状况才搁讨论。如果碰到特殊的情况、例外情况，而且4个市都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延后这个对外来公布的时间，最晚不会晚过10点。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速掌握所有的资讯，那也尽速给我们乡亲做因应的准备。不管它有没有增加，我们的考虑的原则应该是不变的。再多一报因为比较接近，比如说台风登陆或什么样的时间，会提高准确率的话，这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帮助。高雄市府表示，过去的经验是，就算风雨的数据也被到，有关爱综合考量对市民造成的影响，过去也无固定的宣布时间。地方政府分别有考量，若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作业办法规范，那伊无基准真歹决定的时，原底就授权首长决定。同时间也规范，若是专日停班停课，发布的时间应该伫前一日暗时7点到10点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南非进前要求咱的代表处伫10月底进前呢，就要刷离开因的首都。外交部今仔日表示，南非的态度有转变，即南非政府愿意依照双方的官方管道来协商。就学者分析讲，即南非的态度无同的，是因为台湾有反制手段。虽然南非想要摕到中国更加侪主权，不过当地有关是有真侪支持台湾的势力，会因为安尼生就来踢破面的。南非要求咱驻南非代表处伫10月底进前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外交部长林佳龙指示阿非司长何中义，日本搁一摆调见南非驻台代表，严正表达咱这边的立场。本来南非坚持无协商的空间，经过几工的交涉，因态度变冷。南非政府愿改由依循双方既有官方沟通管道，优先与我方就未来双边关系进行磋商。外交部嘛呼吁南非政府做G20的成员国，在协商得到共识进前，无应该对咱的住处采取任何强制还是干扰侨民服务的动作。学者分析，因为咱这边是真有条件会当反制，譬如讲，即马差不多有5000个南非的英文老师伫台湾，若是减少聘用，甚至甲赶出去，会冲击南非的经济。加上咱方含南非嘛有邦交，当地嘛是有优大的力量，袂因为北京的施压，就凊彩含咱踢破面。其实今天被迫搬到 Johannesburg， 我们真的没有少，我们也有一些筹码，不是很多，但我觉得也足够。觉得是说，还是有一些有台的力量，声音会出来。通过持续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第92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11月初4会伫英国举行，不过台湾甲大陆还未受到邀请。目前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我想我们一向的这个原则是我们会努力到最后。另外，联合国气候大会11月11伫亚塞拜然举行，台湾同款嘛是还未受到邀请。外交部讲，若无让台湾参加是世界的损失，呼吁各国来支持台湾，以专业务实有贡献的精神参加，嘛希望因应气候变迁创设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这机制，无应该以任何政治因素来排除台湾的参与。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中国海警今仔早起呢，又有4只海警船载入到金门的金汉这水域啊。这海巡署金马片分署随派4只巡防艇，用一对的方式甲因广播驱离。中国海警14603，中国海警14603，这是中华民国海医署一批亚东龙拐山艇，离船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航离，请立即转向航离。4只中国海警船今仔早起就对这金门的复兴署、德山，还有辽罗、北丁南平进入到咱的限制水域。咱的海巡专艇用华语、英语甲中国海警船广播，经过2点钟早起11点外才来离开。中国海警昨来了乱，今仔又过来，今年已经有48架进入到金马水域咯。这海巡署要呼吁中国莫用这款的动作来破坏中华和平。中国海警14665。国军最近进行中台19号演习，这有7天6暝，对新竹到高雄进行对抗，由中部10军团增加586旅对抗南部北军团机步333旅。今仔早起呢，就几台战车经过着中华竹塘，这届操演也是头一届加入14天新制教调后备军人。不过有风声讲有30台的这战甲车吊车，陆军是好心也强调讲有甲这款吊车的状况。加入去演练。真侪架战车29出现伫中华关竹塘乡地市区街头驶来驶去，机动部署到战术位置，吸引真侪民众围观。国军年度操演中台19号演习26起过，按算对新竹到高雄展开7天6暝实兵对抗。由东部10军团增加586旅，南部8军团机步333旅进行联兵旅的对抗，投入拥护战车分别甲车顶兵力，双方这回成伫中台湾交手。国产的摩羯无人机负责空中侦索的任务，掌握部队的动向，提供战场导向。陆军表示，这个操演重点是伫5连战术作为，专装载验证考验部队下令战术决策的能力。而且这个除了比较去年列入后备部队，佮头一个加入14天新制教育调级的后备军人，强化相比后备的同齐作战的机制。5点多就从2连出发到这边来等待这样。看到那个我们的战甲车在路上跑，觉得怎么样？感觉蛮震撼的，因为在那种乡间小路还可以这么灵活的在那边运行，觉得蛮厉害的。贯彻一个无脚本的一个仿作战场景的一个演练，我们的常备部队跟后备部队要相互支援协调。操演重点是伫无剧本、接近实战化的训练，过程状况真济。有轿车2日暗时伫台19线嘉义六卡乡，弄到停伫路边的军用卡车，后壁的机车是弄到轿车，造成3个人受伤。另外，操演阁传出有30架战甲车顶军车告终，陆军配合讲无这件代志，不过有甲排除告终的细节列入去操演内底。这些在演习当中所会面临和发生的状况，预期或不预期的。实际上也是在作战场景上面，会发生的一个状况。也若空军风台可能直接扫台湾，也为操演带来变数。陆军会考虑部队叫转来防守甲相关的时空因素，提早做出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国的军机军舰不时来扰乱台湾，咱的国军也要加强演练。不过，伫咧新竹陆军湖口训练基地也传出讲，这附近呢有12间的人家厝，那是因为讲这军方常常进行火炮训练，除了噪音问题以外，连人家厝也开始有必顺啊。民众烦恼讲这徛家会有安全问题，就向军方反映。军方今仔日也派人去到现场了解状况。厝内壁拢一巡一巡，连涂骹的太路嘛闭开，行出来外口，计当看到厝主用红门图布过分裂。住伫湖口基地附近10几栋的民众讲，今年因为军方较早演习，厝内损害状况特别严重。就是担心啊，最主要是梁柱啊，梁柱怕塌下来。我怕它就倒下，你看，一定会，一打了那个大炮，一打的时候，那个好像会裂的样子。李长指出，今年湖口基地对年初开始，就常常进行火炮训练。有时阵1礼拜4、5天，对早起练到暗时，造成大家真大的困扰。
目前有12户传出受影响。最近的射击比较频繁，然后把他们家的梁柱都有震裂的情形。如果说达到那个真的是伤害到人民的权益的或者身体的健康的话，确实应该要军方来负责来提供一些那个啦，一些补救的方式。军方收到当地人的反映了后，拜二找检测单位来评估身体状况，也答应上近1礼拜内会招大家进行相关的协调。找第三方公证来做公证，我们是依照法规来办理啊。最快1个礼拜以内我们会成立纠纷的协调小组，我们会找青埔镇公所还有村里来共同来协调这个事情。军方讲，等检测数据出来了后，若确定是因为火炮造成的，军方就会负起责任。民众是指出，过去为着国家安全，会当忍受火炮造成的噪耳声。不过，即马烦恼的是大的安全，希望相关单位重视。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咱家己一个人出门在外，一定爱小心细腻。来看捷运站台北小巨蛋这站，就逼出性侵的案件。有一个洗出来查甫人，伊腾刚刚闭伫咧查甫便所，那偷看人便所，佮爬过这便所间，想要性侵害这查甫民众，加在是无互伊安怎着？进前法院有甲伊判刑3年6个月。现代妇女基金会是建议讲，这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就要强化事先的预防措施。捷运站的人来来去去，坐车若雄雄想要放尿，也有公共便所。不过，捷运台北小巨蛋站发生一件性侵案，一位生出来男性脱北体，匿伫查某便所偷看内底的查某，佮搬过界境，拍向被害者，想要甲伊性侵。当然，如果看到这样的新闻，就会害怕，可能要什么保全人员加强。你就上厕所会有恐惧感，对那个女性没有安全。应该要加强管理。捷运公共便所发生性侵，真侪人拢感觉真惊吓。专案经过法院审理，随帮协犯证讲，伊是雄雄想到天气热才会脱北体，不过合议庭是无采信，毋若害被害者真侪所在受伤，心理的冲击甲惊吓也是真歹想象。更加因为安尼造成社会大众的惊吓，伊是依照强制性交未遂罪判3年6个月。在绿线的部分，我们都会编排一个巡逻线，那在南京复兴站会编排一个守望点，分别有编排2小时或4小时的勤务。如果伫公共场所犯案，民众伫外口便所是袂安心。捷运警察强调讲，巡逻的勤务拢有斟酌安排。台北捷运干那讲，只要发现奇怪的状况，通报警方处理。面对这个案件，无正式的回应。有没有在人烟比较稀少的时段加强巡逻？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捷运的这个监控人员，他们可以去密集的去看一下监视器画面有没有什么异状发生？拄到这款的情形，被害者是要安怎自救？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爱大声喊救命，轻轻锵锵制造声音。尽量收集证据，也建议公共场合的管理者强化监控、巡检等等的安全管理。事后的补救永远是比袂过较周知的事情预防。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理的立德里这一大社区，因为这树啊发甲真黑，鸟仔拢会来这生炭。在地居民就怨讲，透早下暗头啊，这鸟仔是啾啾叫有够吵，鸟仔屎也造成问题啊。公所对顶个月开始有修剪树啊，虽然引起护树团体不满，目前市政府的农业处也表示讲，会用镭射光线来赶鸟仔。真侪鸟仔伫树仔顶发出真大叫声，吵居民真困扰。台中台地立德里19家附近住户，长期互鸟仔吵甲是真艰苦。的大楼跟这边的住户啦，每天然后凌晨4点多就会被我们8哥鸟叫醒，到晚上的5点到8点这段时间，8哥鸟是吵杂到根本没办法睡。居民讲，这个鸟大部分是外来种的家庭，早叫暗下叫，还佫有真侪摆设物，互停伫树仔开车甲涂骹拢被黏做白色。真侪摆向公所တင်前，公所伫顶个月底开始加落树，所以引起护树团体质疑，加了伤过头。那你既然是要择一，那你怎么会把它最珍贵，就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就这样砍掉？那你等于就是不要这些树在这里的意思。只要鸟在那边栖息，应该也有其他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把树砍掉这样子。
粪便了，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那民众也一直在澄清的，也不能去扑杀鸟类啊。那所以说，我们就是尽量就是修剪树木，就是让它栖息地比较少一点。公所表示，这是每年例行的修剪，好人是为了赶鸟啊，互树摊体是积极。树啊收过头可能会害死亡，这鸟啊也只是飞到其他所在，根本无法度解决问题。市府农业处表示，今年8月伫淡水区已经用雷射光的方式来赶鸟啊，已经有成效。这目前还是在一个试验的一个阶段。至于说我们连续照射几天，可以让这些叶栖树将来都不会有那个八哥鸟停歇，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农业局表示，这项计划经过连续3天的测试，效果真好，会赶紧对大理区有鸟害区域来实施。不过，要安怎避免影响社区的居民，如果效果会继续偌久，可能要过较侪测试才能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大选后礼拜就要举行啊，这华盛顿州和奥勒冈州也拢传出投票箱导火的这个事件。另外 ，Trump 伫咧纽约造势来助讲的喜剧艺人是讲，波多黎各是一个粪扫岛，佮讲这中南美洲的人爱生囝，互批评是种族歧视。Trump 听也赶紧出面来解说，讲这拢唔是 Trump 的意见。Like,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this, but there's literally a 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right now. Yeah, I think it's called Puerto Rico. 就是这段争议的发言，互 Trump 搁再互批评种族歧视。日前 Trump 伫纽约麦迪逊广场的造势场合，受邀请的笑开剧艺人辛克利夫讲拉丁族群的耍笑，讲因介意生囝，引发外界批评。来自波多黎各的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库蒂兹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对谈的时，语气真激动。I need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you have some a-hole calling Puerto Rico floating garbage, know that that's what they think about you. People in Puerto Rico are citizens. They pay taxes and they serve in the military at almost a higher rate than anybody else. 辛克利夫透过社群反过来批评上气的人未晓欣赏笑亏，不过本受到的言论引发效应。爸母拢是波多黎各人的珍妮弗罗培兹透过社群分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支持波多黎各，甲批评 Trump 侮辱共乡的大文。波多黎各的歌手 Bad Bunny 派托啊也分享贺锦丽的竞选影片，用这来表态支持。贺锦丽也出面回应。批评 Trump 的支持者，甲受训的怒火点火岛分裂美国。Trump 阵营也紧急出声，表示这个言论无代表 Trump 的意见。另外，华盛顿州甲奥勒冈州二边拢传出投票箱互人放爆炸物来起火热烧的事件。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投票箱内底几百张选票因安尼互烧去，因为选票箱内底装有防止着火设计，避免选票箱受到严重的损害。当地首长呼吁选民莫因为安尼放弃投票。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认定两件事件有关联，也对监视器发现一只复合车辆车主有动嫌，当咧全力追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北韩派军队去到罗西亚参加战争，引起国际关注。北约秘书长拜也证实讲，这北韩军队已经部署伫咧遭受乌克兰进攻的库苏克地区。这毋但是甲战争有互关，也威胁到这印太地区的安全。美国国防部就表示，若准这北韩加入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就袂搁再限制乌克兰使用美国给援助的武器啊。Today, I can confirm that North Korean troops have been sent to Russia and that North Korean military units have been deployed to the Kursk region.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本是根据南韩提供的情报证实讲，北韩已经向罗西亚派差不多1万的士兵去帮助乌俄战争。吕特讲，这是普廷渐渐绝望的迹象，因为罗西亚在乌俄战争内面已经消磨60万的兵力，若无外国的支持，是无法度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目前罗西亚已经部署北韩的部队到库斯克去参战。吕特谴责北韩派兵的举动，唔但会互乌俄战事侵权，嘛会对印太区域的安全造成威胁，呼吁随停止。
不过正拄好的是，包含外上吹船机嘛，伫同一天启程去无出口。罗西亚驻兵种大使特别去机场送伊，这是吹船机6礼拜来第2摆访问罗西亚，当然是加深外界对兵种卷入乌俄战争的烦恼。乌克兰今年8月初成功对东北部拍入罗西亚境内库斯克地区，目的是希望会当增加和罗西亚谈判的条件，另外嘛分散陆军兵力，消除乌军伫乌东战线的压力。但是目前陆军已经甲库斯克差不多要一半失土拢抢转来，而且伫乌东有好成绩。日本国防哈尔科夫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家乡克里沃罗格。There is no silver bullet, no single capability will turn the tide. No one system will end Putin's assault. What matters is the way that Ukraine fights back. 美国国防部长进前访问基辅，宣布佮提供乌克兰4亿美金的军援和武器。美国捌要求乌克兰袂当使用因提供的长程飞弹来攻击罗西亚本土。不过，国务院进前表示讲，若北韩部队参战，美方袂佮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新增限制。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以色列国会自八通过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运作，而且把这个所在呢，这个单位列作是恐怖团体，也禁止以色列官员和因接触这2项法案。1949年以来呢，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希望。以色列的做法呢，也引起国际社会批评。人道团体无国界医生也发表声明，讲这是对人道援助的攻击，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以色列国会用92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禁止UNRWA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甲工程处在以色列境内当耶路撒冷、加沙甲约旦河西花境占领区运作的法案。新法已在90天了后生效。另外，各用87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将近东救济工程处列为恐怖团体，禁止以色列官员甲因有任何接触的法案。UNRWA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has completely taken over it. What we've seen in Gaza is how Hamas has taken over United Nations facility, schools, hospital clinics, and headquarters in order to use them as military bases to hide ammunition, to hide rockets, to actually commit terror activitie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facilities. 1949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毋但是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命线，阁是加沙规模上大的骗局单位。西方甲加沙两地有300万难民受因的照顾，各13000个加沙居民患者。以色列一片加沙以来，已经几百个近东救济工程处职员死亡，是联合国有史以来员工损失人数上济一场冲突。三个法案演议阶段，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南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外长拢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是按以色列暂停立法，唔通阁继续向前。They really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right now in Gaza, where they are on the front lines gett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they need it. There's nobody that can replace them right 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crisis. 甲近东救济工程处同款是人道团体无国界医生发表声明，讲以色列做法是对人道援助真涵盖攻击，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集体的处罚。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国会这款修法实现了后，在野不满防判部分危险，恐惊增加这朝野对立。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强调，遵守宪政精神，这政局袂因为安尼生就变做无稳定。不过，那也立委提出讲，要修公道法、甲公民合法范围列入去宪法法定实行结果。民进党团也批评讲，唔通正做违宪的违反。针对着这国会调查权防宣判部分违宪，林国昌就表示讲，伊会继续追查这国法基金的备案。行政院长杜永泰、立法院长韩国瑜抱囡仔伫议场门口做伙翕相，度过西洋几仔节。这是最近真罕见的时刻，因为国会这款修法释宪案判部分违宪，引发在野的不满。加上总预算有案卡条例，恐惊加重朝野的对立。不过，家己比如是动维及卡瓦小巴杜永泰有关有信心。我想奇美拉跟小巴也都会有他善良的一面。国会跟行政院的关系应该不会
不会有不好的改变的。那这个宪政的设计绝对不会让国内的政局更不稳定。小黑男的风波也未煞，国民党的立委赖树宝提出要修公道法的项目，在公民合法的范围，列入宪法法定的释宪结果，强调用人民的力量阻挡大法官变作宪政的怪兽。我们再次呼吁，立法院不要成为违宪的累犯。他们提出违宪法案，被判违宪。现在就来修法毁宪。我对这个释宪就极度不满意了，就大法官已经成为当政者的打手，朝野就再到立法院来，针对要改革那怎么修，大家共同面对。国会调查权互判部分违宪，民众党团是表态会继续对国法基金的备案进行无互选举违宪的调查委员会甲听证听书。满口谎话，胡说八道。也不会有任何处罚。这样的具有中华民国宪法法学美感的调查委员会，我们会实际操作一次。小野继续讲封释宪案的结果，外界烦恼影响到总预算的进度。到阳台11月7日会到立法院说明总预算，看敢会当说服在野的立委，和总预算案复位实质审查，外界也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经发生案件，防指控乌色维京集团新庆经羁押期特别末路，检方申请延押。今仔日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新庆经延押2个月，也是应晓被了后经发生案第2个放延押的被告。法院认定讲，这新庆经和共案被告之间真正有套口径的事实，而且这政治现金真正捐款目的搁来调查，这羁押原因也无消灭。然民众党的这主席郭文哲后日也会开机延押庭，说因为这洪台伫尾来，敢会影响到咧。法院表示讲，这审审的法官已经有预留登记咯，一定会伫咧羁押期满进前开庭，而且裁定完毕。检方今仔日也继续针对着这郭文哲的政治现金案，佮再传这会计师段目前来厘清当初运作，也佮申报状况。问话了后，就请伊等。右边那台。讲到这本土类鼻疽死亡个案，是搁再增加一个个案，是伫咧高雄一个60多岁查甫人由慢性病史就医的当天就来过往。这也是3道2风台过后第2例死亡案例。另外，讲到这天狗日的疫情也是压悬咯。顶礼拜增加7例本土的天狗日病例，拢是这新北中和新店的群聚事件。讲到这群聚事件呢，这新店的天山公园和附近的山区，拢甲伊列做是关键区啊。依然是民众唔听总入去互罚6万块。类鼻疽的死亡国加一例，疾管署讲，顶礼拜新增加3例本土类鼻疽的病例，拢伫高雄市，年岁是伫40多岁到70多岁，嘛拢有慢性病史。其中一个60多岁的男性，10月2日因为感觉真喘去看医生，迄天就因为败火性的休克、呼吸衰竭死亡。这嘛是3道2风台过后类鼻疽死亡的第2例。这个案例呢，因为他也没有直接接触这些污泥污水，所以吸入而造成类鼻疽感染才是最可能的一个途径。另外，天狗热的疫情嘛升温，顶礼拜是新增加7例本土天狗热的病例，包括新北市中和4例、永和1例、台北市中正区1例、中华县的溪州乡1例。因为病毒的基因定序结果，这7例拢含新北市中和新店群聚病毒的序列同款。疾管署研判，这拢是同一件群聚事件。为了要阻断疫情的传播，伫中和景心公园、三界庙、新店天山公园和4颗地亚的山区，已经列做是管制区，但是同款有民众拢入来，嘛拢防罚。远警于10月27日巡逻时，发现一位民众擅闯管制区，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67条及本府公告，将依传染病防治法规定裁罚6万元。新北市卫生局搁一摆呼吁民众，卖准是讲袂遐尼拄好互查到，若是查到你乌白弄入去管制区，上悬会当罚30万。疾管署嘛提醒讲，最近坑瑞风台就要来啊，请民众要开始做好容器的减量含资生源的清除，慢性病高风险的族群尽量拢踮伫室内，避免开窗仔门，而且建议室内外拢爱挂喙烟，才袂去闻到有病菌的营养还是水滴，嘛较会当降低感染类鼻疽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台南北门种杨芳果甲红葱头的时间，因为顶一回山道之风台已经延后1个月啊。即阵又有风台伫要来，农民也烦恼讲这风雨若大，会影响到今年产量。若讲到这杨芳果按算要种后一批的人，就伫丢讲，到底是要种也是无爱种，就惊讲这心血会乌有去。透早农民赶紧到园林，因为本正大好的布棚，刚来当当7级8级的风势，这芳果打闪过3道的风台损害，不过这阵风台空雷煞过来了乱，这回因用铁架来甲杨芳果布棚顶好完做加强，把先甲田的水路开好，按算后个月中准备通采收的农民是带来等，遐若要种新的一批农民是咧丢度，敢要种落去。做啊，个牢固以外来。确定台风会进来了以后，阮顶管个加铁机啊，我上下拢保护啊，不要说阵风来，当规个当请起来安尼。即阵直接大家拢敲电话来，啊要种啊，无爱种，要种落，可能迄个吹全部拢袂，啊无爱种来雨若落济，阮嘛无法度打去。我布行环境种。同款受到影响的，佫有红葱头，因为今年风太济，带来大量的雨水。地处北门区，侪农民拢延到10月份才种。农民讲已经真久无安尼生，红葱头风雨上大，拢会被砍折。因按算今年产量会减少。伊万种爱有伊的期限啦，爱想办绝对较歹，爱紧张啊，常哩拼啦，常哩拼啦。安怎讲？因为你风台来，你一来伊是发出来，毋过尾也是袂当有安尼，直直往啊雨若济嘛是歹。种落的，大概讨伫个5成左右啦，所以佫有其他5成还袂种。农民嘛是大家拢心慌慌啦，水啦啊头会离是马紧啦，问题啊头袂离嘛是会浸死啦。另外，伫台南后壁区种2支稻的农民嘛，因为风台尾来提早抢收，就惊心血乌有去。这阵风台行的方向佫有变数，乡亲也是爱提悬警觉。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如果风台要来啊，真侪人拢会伫咧风台来进前呢，伫玻璃窗啊搭贴布来防止这玻璃破去。最近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实验发现讲，伫咧玻璃窗顶头搭贴布根本就无法度挡风，实际上真有可能会搁较咬破。拆开贴布，伫玻璃窗顶悬打一个美的字，这是真侪民众踮家伫风台来种前拢会做准备。不过最近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有针对无共贴布的打法，甲完全无打贴布的玻璃窗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无打贴布的玻璃窗会当承受差不多17级的风，有打贴布的玻璃窗16级风就拢破去啊。其实没有贴胶带的部分，其实玻璃窗它受力是比较均匀的，所以它可以均匀的分布。可是我们如果有贴胶带的时候，它会造成有些地方比较厚，有些地方比较薄。内政部建筑研究所表示，亲像咱接看到的美字打法，其实玻璃窗的受力尚无招魂，玻璃窗破去的几率较悬。另外，大概风台造成的强阵风甲上大雨，拢互民众心惊惊。民众为着要避免水淹起来，会事先伫门口贴沙包。台北市风灾教育科学馆也分享贴沙包的方式。正常咱有2种的贴法，一个是人字形，像咱写字迄人。安尼交叉啊，第2款是砖啊壁迄款的，因为这2种的贴法是讲迄个较无芳，较无芳，迄水就较袂流入来。这届空瑞风台一步一步挖进台湾，台北市风灾教育科学馆也表示，玻璃窗搭贴布袂使讲是完全正确，也是唔对的做法。不过搭贴布确实会当避免玻璃破去、世界杯有人受伤，事后也较好清理。另外，科学馆也提醒民众，风台要来进前，会使准备2公到3公分的牛色，店家外口的空板也要注意是毋是有固定辐条，避免雨天天透风落雨造成意外。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即马现代人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目睭较会疲劳无爽快。医生也要提醒讲，若阵感觉目睭打疲劳，爱赶紧去互医生看，避免情形恶化，成做大眼症。若准要治疗，就较食力咯。这台北营总就表示，根据统计，台湾可能有10%人口有这大眼症，尤其是学生囡仔、家庭手族群较接出现这目睭打疲劳的情形。也若年岁较大，65岁以上的这个族群呢，3个内面就一个有大眼症。干眼的困扰部分就是红肿痒痛，然后
眼内的异物感。 59岁的林女士打扫症已经买20年，因为打扫症这款自体免疫疾病会破坏伊的泪腺，影响分泌，所以林女士有严重的大干症。往过伊敢若食西药治疗，但是效果无好，而且医师讲治疗打扫症的主要药物加零，副作用可能致使青霉。半年前，病院甲伊加入汉药，兼顾治疗。林女士的状况好真济。那经过针灸还有中药的 滋阴润燥这些步骤以后，等于说那个发炎的次数也会减少，然后痒的次数也都会减少。那我们的经验是说，患者他不管是茶膏还是这个针刺他在结束这个临床试验以后啊，他大概可以再持续2个月的时间的效力，但是会随着时间比较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眼睛开始要干，本来要点1天点1次的东西，可能要点到2次到3次。 加入汉药甲兼顾的疗程，林女士的西药减食真济。上重要的是大眼睛状况变好。特别严重讲，根据统计，台湾有10%左右的人口有无共程度的大眼睛，甚至65岁以上有1/3的人有这款症头。医师建议，目睭若感觉无爽快，就通先互医生看，先调养身体。因为等到你变干眼症要来治疗的时候，你要花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那我们中医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会根据你的体质来调理。医师讲，现代人看手机啊、电脑、电视，尤其是学生啊、工程师族群，因为金荧幕、目睭大疲劳的状况会较明显。医师建议，若有这款状况，就赶紧接受治疗调理，避免恶化。记者讲王兴忠台北报道。 海委会海洋保育署对2001年开始，甲大家区的渔会合作，成立这北海底巡护舰队。渔民出海若阵看到这北海底的影者，就用翕相的方式来回传。今年渔民加强回报101届，其中观察到上届这届是伫咧彰化一位姓杨的渔民，加强看到15届。这海保署也伫咧29日天举办表扬活动，希望会当鼓较侪渔民做伙来守护北海底。 看到北海底出现伫台湾海峡，渔民赶紧摕手机翕相记录。台湾西部海峡的特有亚种台湾北海底，目前存无100只。海洋保育署2021年开始甲渔民合作，成立北海底巡护舰队，透过渔民出海的时回报看到北海底的情形。目测到白海豚咱的速度一般来降到差不多剩1迈啦，所以变做讲尽量莫甲惊啦。 过来有一个情况就是讲安尼甲翕较会对啦。较侪差不多40-50只，较少的族群嘛是用2-3只、4-5只安尼，拢伫云林甲彰化较侪。特别若拄到白海豚，就是表示这个生态还阁袂歹。今年观察到北海底上侪届的，就是这位彰化区渔会渔民杨金成，加强翕到北海底15届。根据统计，北海底巡护舰队即阵有280位渔民，今年有101笔的北海底回报资料。北海底的个体资料库目前累积有70只个体，有4只已经死亡。 整体的白海豚其实碰到很多的问题，包含周边的开发啦，然后包含它的食物的来源缺乏，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这样子的活动，其实也是透过渔民的回报、牧师的回报，那我们会知道说到底还有多少的数量在海上。海保署表示，透过渔民回报资料，会当知影北海底的活动范围，刚好一比一中掌握保育的工作。加上海洋保育法已经3读通过，对违法的行为有更较明确的规范。未来也继续想办法降低对北海底的人为干扰，守护北海底的生态地。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 全球塑胶公约后个月伫咧韩国就要举行，绿色和平今仔日的29特别设计用这鸡龟仔做一尊3米高的妈祖，伫咧林园工业区中油加大塑胶化厂附近游行。会约中央就要检讨这塑胶使用甲回收的问题以外，也积极讲这中央提出上千亿的4轻扩建计划，根本是违背净零减碳政策。四轻扩建，
明白。环保团体出动40位行动志工，甲这个超过3米悬的马祖气球塞咧行。款团阁专工用卡杯气球表示反对高雄林园工业区中油甲大塑石化厂继续带来污染。塑胶业者就爱对源头减少塑胶甲相关原料的产量，嘛希望中央卖扩建新的四坑，全面检讨国内石化产能上多的问题。在四星这边是以硒的产能为主，那在这2年呢，都从88.9下降到66.9%。因此呢，我们认为这个石化产能过剩的议题已经在全球非常的严重。那我们也呼吁台湾在这个时间点扩建四氢的这个决策呢，是应该要重新检讨的。绿色和平表示，全球的塑胶原料逐年拢伫咧减速已经是国际趋势。今年5月份，行政院所核定1062亿四氢的更新计划，要扩大起做一年生产100万吨的轻油裂解厂，这嘛甲净零减碳的目标有冲突。不过，当地王公里的里长洪进财表示，林园有超过15000人伫咧石化厂做工课，升级四氢的设备是确保工业安全的头一步。这个四氢佫无更新，佫直接咧生产。啊，若安尼好，你讲你无爱有四氢更新，惊污染环保，惊塑胶增加。啊，你遮的工厂关起来，塑胶无做。照常生理人嘛是去外国引入来。中油石化事业部回应，一气唔那是塑胶的原料，嘛是高科技产业重要的用剂。目前国内可爱挖客进口来供应，未来四氢更新会用升起后贴的方式。新的四氢会以提悬产量为主，尽量降低生产过程的污染，提供台湾各产业稳定的石化产品。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嘉义市的喷水圆环是当地正出名的地标，为了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到嘉义在地历史，不当动产处理委员会举办消息的基地绘本系的活动，透过写着这喷水圆环走啊走这本册，要来向民众分享嘉义市伫白色恐怖了后，嘉义圆环附近的地景出现什么款的演变甲故事。喷水呢？阿公总是带着我一边沿着喷水圆环走。绘本内底这对祖孙的故事，互现场的民众对嘉义圆环附近的地景有简单的认识。不动动产处理委员会伫嘉义市的道理册店，用消息的基地做主题，分享一本写喷水圆环行呀行的绘本，要来绍介嘉义市喷水圆环的历史。伊透过这款的较软性的故事，我感觉会当甲这较严肃的，较严肃的议题。议题会当分享给较少年一辈的囡仔。除了绘本的分享以外，嘛有举办行读的活动，带民众为嘉义车站开始行到圆环附近的巷仔内底，实在了解这个嘉义上老尾的区域，经过白色恐怖时期了后，产生什么款的改变。阮找到遮侪不动动产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是甲甲地方都足有关联的，所以想讲来地方遮把这块的故事喊转去这个地方所在。本身也对历史有兴趣，所以也之前有稍微有研究过相关的一些题目这样。不动动产处理委员会研究员表示，过去维权的时代有真侪代志、真侪故事拢袂当讲。透过调查不动动产的过程，还原地方的历史，经由绘本甲行读的活动，希望让地方的过去甲演变，会当用无同的形式来保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小宝歌就是2人小宝，你一拍我一拍，用对答的方式唱出生活感受。和新北市文化局订立做小宝歌传统文化保存者的陈浩虎老师，今年已经是85岁了。伊对民国92年开始，就登去伊的母校，就顶下国小和伊的太太，教导幼园有伫教遮的学生囡仔来唱这小宝歌。转头插的心瓜。伫台顶教囡仔唱小宝歌是陈浩虎老师，伊今年85岁，是新北市第一个小宝歌的文化资产保存者。为着要将小宝歌的文化传承落去，伊对民国92年开始，登去母校教地学妹学小宝歌，搁会去了解学生囡仔因兜的小宝歌拢是安怎唱的。我带先去了解因四大人。用的方法，我从因的所在来方法，甲来遮我才搁再转换我用我的方法，落去甲因沟通。就伫遐咧推广这个地瓜啊，拢是阮学校的校友
加真侪，尤其是校辅老师是阮的大学长哈。陈浩夫老师伫台顶在上课，伊的牵手倒挂英女士就伫台骹，甲小朋友做伙练小波歌。伊讲伊隔暗隔10冬了后，才知影原来伊翁婿遮高，才老唱小波歌，所以嘛赶紧去学小波歌，通好甲伊翁婿斗阵小波较趣味。现在我32个啊，超40外个，伊才我才知影讲伊要唱这小波歌，我毋知我的翁较学。为着要将石碇仔的地质地文化甲小波歌继续传承落去，石碇各校啊有规划相关的课程，对挽地、插地、做地鼓到小波歌，一项啊教互即寡学生知，希望甲在地要失传的地文化找到回来。记者戴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来看片湖，这南方四岛会晓唱波歌的老辈是真少。为了要记录到这项传统文化，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找导演来拍纪录片，把这波歌的故事用影像记录落来。台顶的厝拢起山顶，厝顶看海上介清哦。片湖南方四岛的基佬用小波歌的方式唱出西树边的生活风景，佮有细汉的记忆。这出纪录片播出海岛人生，片湖南方四岛波歌记忆，是记录伫片湖南方四岛会晓小波歌的基佬，透过影像，互民众了解这面临危机的小波歌文化。剩2个啦，所以其实包歌是很危险的。所谓危险，就是说，文化这种东西要活得保存的，当人离开了，这些东西就消失了啊。导演也表示讲，因为南方四岛人口外流的情形是真严重，加上交通无介方便，这个小波歌文化要传承甚至保存拢真困难。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毋才会委托伊做纪录片。当年研究波歌文化的洪敏聪老师，即届也用片湖腔的台语替这出纪录片配音。伊是自然产生，这人若是无拄的，伊就自然消失去。洪敏聪老师表示，即马片湖本岛会晓小波歌的人，恐惊无超过10个人。面对文化传承的挑战，海关处也表示，纪录片27伫片湖头届搬演，未来的规划去到片湖，也是台湾本岛各学校，带波歌的基佬甲遮的少年朋友分享，希望有更较侪人同齐来认捌这项特别的传统文化。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红台特别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载气象拢做伙来看卖。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片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预估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